今次要留意嘅一隻半冷馬陸續無限，今季我覺得最 fit 係今次㗎啦。4月3日喺從化試過泥地集，外檔逢馬過馬撳魚。雖然裏邊嗰啲係啲低分馬啫，但係你睇下隻馬輕鬆嘅程度，係今次最 fit 㗎啦。我哋再睇多課最後試跑，助手按住韁繩隻馬，你睇下啲肌肉立到實一實，隻馬搶住走，有火有力。隻馬自從9月去完日本跑完之後，啲狀態都係低沉嘅，直至到上一場黃寶梨跑1200米，你睇到沿途包晒尾脫晒節嘅隻馬，以為佢冇㗎啦，冇乜走勢㗎啦，可以唔使睇嘅。但係開始轉彎嘅時候唔係喎，隻馬又湧下上返嚟喎。入到直路嘅時候，以為佢拉出去啊，佢又好似唔係喎，想入喎，跟住又拉返出去喎。吱吱喳喳，最後推又唔係，唔推又唔係，咁樣熬下，最後200鏡頭都入唔到啦，隻馬。以為冇㗎啦，輸10個8個馬位啊，好閒。點知唔係喎，你睇下佢輕鬆推返嚟第4。呢場當佢冇跑過啦，試多課草集啦。今場換上霍雲星仲唔到位。